立法院昨昏是处理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废死、反戒严公投案，朝野立委拢有去霸占主席台，会场是乱糟糟。八夜南北伫人数优势之下，表决通过这两项公投，高呼自托。在冲突的过程中，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，伊是举拐啊、讲刀啊，无细字去讲到国民党的立委刺卡心。人家总调郭建明提拐啊、讲刀啊，结果拐啊头飞出去，拍到徛在头前的国民党立委刺卡心的手骨。刺卡心普文表示，人生第一摆验伤是这场暴力。表示不要求郭建明回息的，询问是不是适合做总调。郭建明会的全开也怒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，国会调遐经到暗时是因为新党副秘书长游志斌顶礼拜冲入议会直播，立下不办立法院的处罚发动反对，将透早就霸占主席台。不要对着院长耳朵吼叫，耳朵很不舒服。我们休息10分钟。开议无到几分钟，韩国瑜就宣布休困。立委一开议就占主席台，然后夜白夜抗议立委和议事未定被当。原本要处理国民党提反戒严、反废死公投案，议事限一空胖。作为执政党的党团来背个整个的总质询呢，这个是过去从所未有，所以我们说他是当家闹事，要调查，要真相，要谴责。韩国瑜一件都没有做，韩国瑜只想要挺进议程。议事一直传到暗时特别9点，拢无法度进行市政执行。韩国瑜就当场指责，本席上没有宣告散会，行政官员禁止离开本院，而且经本院2次通知，均未列席备询，本席深表遗憾。不过，行政院回应伫无宣布延长会议的状态之下，党院长伫尾6点就已经通知过，佮得到同意才离开。国民党立委、民进党立委离开的时阵，趁机会徛起咧主席台。伫南北立委人数优势之下，将公投案紧付自托。郭建明表示，昨会议当然是无效，就算中选会接受，民进党团也会去申请释宪，甲暂时处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